真是真丰富，不过这几年来，因为外来种入侵，当地生态受到破坏。即摆林业署是按算要把这个喷泉规划做保育地，来加强保护在地原生物种。 志刚甲鱼网仔爬向出泉，掠内底鱼仔。若准是南洋节仔，就摕来做鱼肥；若准是在地原生种，亲像尖嘴仔，就甲伊放走。林业署甲志刚合作，要来清掉外来种。所以它有这个形状，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塞在。除了鱼网仔掠外来种的工具，还有虾壳、鱼条啊等等。这是宜兰三星乡柯拿村当地出泉的资源真丰富，其中柯拿第二出泉池过去是私人的土地，后来农田水利署、宜兰管理处甲伊避开，用作生态出泉池。不过最近几年受到南洋节仔、巴西区等等外来种入侵，冲击到当地生物多样性。那这个3个涌泉，在整个南洋平原来讲，这条安农溪12个圈路，它是一个克里涌泉，是一个围栖地。这个围栖地对整个河流的生态多样性，是一个重要的地点。河川教育联盟认为，柯拿出泉当年水温178度，khiến真济物种直接生态，是安农溪流域重要的生态地，需要保育甲维护。甲外来种掠来了后，未来也希望会当争取甲柯拿第2出泉列入去保育共生地。就我们宜兰分属辖区范围内，总共目前有12案的一个响应。林业署推出的保育共生地奖励概念，是希望土地无保护区的名，率含保育区同款进行保育工课时，兼顾在地生活的模式、智慧甲习惯，较袂互地主无欢喜。目前宜兰分署已经有12案提出申请加入保育共生地，希望有更较侪土地像柯拿出泉同款，打造做国土生态真重要的生态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